好，歡迎先。係馬來西亞，我哋嗌下先嚟好嗎？呢邊嘅朋友 ，Yeah， 你哋好嗎？我哋又見面啦！歡迎大家嚟到我嘅 Get Up 世界巡迴演唱會2.0馬來西亞站，我嘅40週年演唱會，好開心啦！咁我哋相隔咗1年，咁又可以翻嚟馬來西亞嘅雲頂喺度見面。哇！咁快又1年啦！咁而家仲係正月啊嘛，係咪啊？咁我同大家拜個年先，恭祝大家馬年行大運，馬到功成，一馬當先，馬上幸福，馬上靚仔靚女，恭喜恭喜！咦？我見到有啲姨姨啊、叔叔啊，準備好似想派啲利是俾我。係喎，不過咧我就暫時唔收利是住，係啊，多謝多謝多謝。不過咁，你可以咧留翻封利是啦。一陣睇完 show 之後咧，出去買翻鋪買咩好咧？買咩係可以即係一鋪就賺得最多嘅？如果贏咗啦，梗係。咁啊，維息啊，維息好，買一鋪維息，跟住如果中咗咧，就打俾我，我哋一人一半，好唔好？好唔好啊？哇，真係好啊！你真係大方啊！你真係大方啊！真係好啊！不過你哋坐後面咁遠咧就唔會明㗎啦。佢哋係好大方，因為佢哋係 VIP 嚟嘅。唔係講到即係 VIP 咧，因為咧我有啲香港嘅家人啦嚟咗捧場啦。咁啊唔係講笑嘅，我外母、外父、我啲妹妹啊、弟弟啊，仲有我仔 AJ， 起身同大家揮下手啦！咁當然仲有我最愛嘅太太啦 ，Hello。其實咧講到 VIP 咧，今晚在場嘅每一位朋友都係我嘅 VIP。咁我今晚咧會賣力演出，希望可以帶俾大家最好嘅一個演唱會。多謝你哋。係啦，咁呢邊啲朋友咧，我哋今晚玩開心啲咯，好唔好啊 ？OK， 仲有呢邊啲朋友啊，大合唱嘅時間咧，我哋唱得大聲啲好唔好 ？OK。